好，接住第9條啦，咁條函數題目啦，咁 function 啦就係 h(x) 係呢條式，咁接住啦佢被許整成 divisible by 呢嚿嘢 ，OK，咁所以先將嗰個數值代落去先，3/2，然後整除 divisible 嘅話就等於0，咁所以啦 a 括弧2/3嘅6次加16乘2/3 3次加 b 係會等於0嘅。咁接住啦，化解佢啦，咁就可以等於-54啦。咁接住條題目考呢個位置就係、如果除 2x 加3嘅 remainder 餘數係幾多？咁所以其實咧，我哋再將代翻落去，代-3/2落去，咁你就會發現，如果任何次方係雙數嘅時候，佢嘅數值都唔會改變嘅，都係正數。所以呢一條題目呢，而家將呢個位置同呢個位置合拼，就會變咗做呢一個位置啦。係啦，紫色兩個位置一樣嘅。咁所以呢度就變咗-54，而將16括弧-3/2嘅3次再計，都係-54，所以答案就-108啦。咁所以答案就係 A。